瑜伽睡眠係一種以清醒意識引領身體進入深度放鬆嘅冥想方法。呢段20分鐘練習適合初次接觸瑜伽睡眠，或者想以簡化方式體驗瑜伽睡眠嘅練習者。全程你只需要跟隨聲音引導，容許思緒自然流動，純粹觀察當下嘅狀況，而唔需要去控制或者分析。若果你喺練習過程中瞓着，請容許你嘅身體作出呢個選擇，但當然你都可以有意識咁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去練習瑜伽睡眠，咁樣練習會更加有效。請為自己準備一個安靜、冇人打擾嘅空間。你可以調暗燈光，戴上眼罩，用枕頭或者軟墊支撐身體，令你可以長時間平躺。而家覺察身體同接觸面嘅連結，感受每一寸肌肉慢慢鬆開。留意每一下呼吸，吸氣時自然擴張，呼氣時輕輕放鬆，然後持續觀察呼吸節奏。請你用一句簡單、正面、語氣肯定嘅句子，為今次練習設定意圖。Sankalpa 唔係許願，亦唔需要過分具體。例如，你可以用我願意成為一個身心更平衡嘅自己，然後喺心入邊重複3次，等呢句說話沉入你最深層嘅意識。而家開始我哋身體嘅覺知旅程，隨住聲音指引，每個部位只係需要停留1至2秒，保持身體靜止放鬆，雙眼全程合上，從內在去感知身體每一個部位。我哋由右邊身體開始，覺知你右手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手指尾、成隻右手手掌、手腕、前臂、手踭、上臂、右膊頭，沿住身體右側掃描落去右邊大髀、膝頭、小腿、腳腕、腳踭，成隻右腳掌、右腳所有腳趾，覺知你左手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手指尾，成隻左手手掌、
手腕、前臂、手踭、上臂、膊頭，沿住身體左側掃描落去左邊大髀、膝頭、小腿、腳腕、腳踭，成隻左腳掌，左腳所有腳趾，感受身體背面同接觸面嘅連結，兩邊腳踭，兩邊小腿後方，膝頭後方，大腿後方，兩邊臀部，由尾龍骨脊椎移動上去，腰背、上背、肩胛骨、膊頭、後頸，感受身體嘅前面、肚腹、胸口、鎖骨、喉嚨、下巴、嘴唇、鼻尖、臉部、眼皮、眉心、額頭、頭頂，成個頭皮，感受右側全身、左側全身，成個身體前腹，成個身體背面，最後感受成個身體，感受佢嘅完整。身體隨住每一下呼吸升起同沉低，保持自然呼吸，然後由21開始喺心裏邊數住每一下呼氣，直到數到0。如果數完、數錯或者唔記得數到邊，唔緊要㗎。你可以再次由21開始數，而家請你慢慢吸氣，自然呼氣，同時數21，再次吸氣，呼氣數20。吸，呼，數19，然後請你喺心入邊繼續數。
保持自然呼吸，繼續數每下呼氣，由21開始數到0。如果數完或者唔記得數到邊，你可以再次由21開始。覺察你身體，感受身體所有重量慢慢交畀大地，沉穩咁托住。喺下個吸氣，感受身體輕盈嘅感覺，全身好似輕輕向上浮起咁。再次體驗沉重嘅身體，手手腳腳都向下沉。再次切換到輕盈感，身體非常放鬆、柔和。喺沉重同輕盈之間微妙切換，等感受自然融合，覺察你身體此刻嘅真實狀態。而家想像有一團柔和嘅光喺你胸口中央，感受你嘅呼吸同呢團光同步。吸氣時，光輕輕擴散；呼氣時，光靜靜停留。
呢一團光為你內在帶嚟清晰同平靜，內在空間變得更廣闊。邀請你同佢一齊呼吸，光團化為種子，同你融為一體。感受呢粒以呼吸滋養嘅光之種子，然後請你重複你嘅意圖，Sankalpa，等意圖同光一齊融合，成為你內在最深層嘅一部分。純粹觀察身體、呼吸同你此刻嘅狀態，觀察空氣流入同離開身體嘅感覺。慢慢引領意識返嚟身體，返到你身處嘅空間，輕輕喐一喐手指腳趾，慢慢伸展四肢，按照你嘅節奏，溫柔咁去叫醒身體。你可以繼續休息，或者用自己嘅節奏慢慢坐起。保持雙眼合上，畀少少時間身體去清醒。你已經完成今次嘅瑜伽睡眠練習。